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今日先生要教大家的是亲子瑜伽。先生邀请阿奶的大朋友、小朋友来同阿奶同学来做运动。能准备好了吗？小朋友，赶快来哦！来看阿奶隔壁的阿金小朋友，来同阿奶做瑜伽示范哦。同同学做哦。能准备好了，请放起来。团来做暖身运动，好，两只脚打开来，好，跳拿地上面看，下面看，右边，左边，老眼看呢，一看。你赶紧我绑上来哦，上，跟条并耸，四，好来弯片，一，二。3、4，好来，你跟条地后背老眼看呢，好细看，好带动你的手肘，手臂。好的，前面一样带动的手臂，好，紧跟你的脚打开来，好变一个 V 字形，好数慢慢的变个脚趾条，侧弯腰。好，再慢慢的用你的脚踝再下去吸，好，两只手秒脚，好，跳拿，尽量靠近你的膝盖，跪在中间，前面。好，慢慢的用个另外一只脚，可以的话，尽量靠近你的膝盖。好，跪在中间，眼皮放起来。好，更加来坐下来。前一后，好，请你手来拿你脚趾条，来做一个脚开合的动作，打开来，记得咯，脚尖，手打开来，延伸延展，好，合上来，好，脚尖打，合上来。脚臀数同时哦，哈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记得咯，你的背囊一定要伸出来哦，莫驼背，莫可以变安尼哦。好，小朋友有伸出来吗？好，伸出来，
数好了。好，准备嘞，打开来。好，来做一个侧弯腰。好，慢慢的过来，弯片侧弯腰，用脚看，眼天空。一样哦，按咱试看的心来爬楼梯，一条、二、三、四，在前面爬，做停留，好，爬过来。好，按来面对面，脚竖下来。好，面对面。好，好，通通啊，不用耸个脚，好，更加同脚硬放来哦。可以放伸出来，唔可以唔怕。来，两只手板呢，个脚，好，慢慢的，可以放个手。你脚一定要脚趾头伸出，慢慢一是唔怕吼，来慢慢的伸出，下来，再踢上去。好，注意哦，唔踢上去的时节，唔可以扑背，唔可以变安尼哦，有些人会变安尼哦，安尼係唔错嘅哦，唔嘅背囊诶伸出来。听哪讲有一个手嘅绑出，来，好，数下来，再一摆来松，下来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扑扑噶，更加稳片的哦。还要可以训练俺们的脚的一个肌耐力之外，还有柔软度。还有小朋友唔该上课时间唔可以不要那呢倒下去的哟，哈，一定要伸出哦，控制好哦，我的重心一定要来做好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再踢上去，唔好扑背哦，好，下来3。然后4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扑扑噶，好，更加来挑战哦，我来变数的哦，吃看耐心哦，好，来慢慢的上去，好，一只手绑好，一只手变，好，看呢，1、2、3，看。好，看观众朋友看啊，看耐心，看眼高梦，控制好，加油哦，唔做得到哦。好，慢慢的下来弯片，伸出，好，绑好，不用数，1、2、3。是控制好，做唔到唔怕，不用下来先休息一下。好，慢慢的下来，好，更加人的身体要变一个直嘅，像直嘅，细细角角，好数，不用个天来下，好，变一个直嘅脚，弄好，好，变一个直嘅哦，好，变一个长方形来。肚子要平哦，肚子要平，好，慢慢的数下来，好，再来哟，好，准备来上去，小朋友唱好了哟。
好，一片媳妇一半同小朋友嘅媳妇牙空來，唔可以低後背，好，安尼他腰嘅唔錯個，好阿背，可能性可以變伊咧鼻嘅體啊，可能性我像做緊樣嘅平平，我慢慢地下來，好，很棒哦，好，最尾嘅動作，我做伊咧溜滑梯，好，一樣哦，好，一樣安尼。頭都係腳彎彎，更加腳伸出，將佢哋溜滑梯，學生人呢，請好教溜滑梯哦，哈！來準備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做到誒，很棒哦！好，來再挑戰，好冇？挑戰一擺哦，來。準備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到誒！好，慢慢嚟放起來。今日動作能記得冇？好玩冇？能好好運動，下擺能來了。